我是主持人某某，欢迎大家收看《台语讲世事》。坐伫某某的边仔咧，同款是咱的好朋友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阿辉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阿辉老师，你要过年哦，咱今年算讲是一个什么年咧？今年是鸟鼠年。哦，你要出年吼，明年咧？明年是毛年牛年啦吼，伫咧遮来咱先甲咱的观众朋友吼，这先拜一个早年吼，祝大家即个老师讲一句。嘿，台语出头天。台语出头天，逐年拢讲即句啦吼，因为咱是即个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吼，所以绝对咧希望讲咱伫咧明年即个牛年咧吼，会当互即个台语出头天，亲像牛角共款，安尼好无？好，安尼咱今仔吼，阿辉老师，咱今仔还有一个任务对无？要甲大家咧来介绍两款即个世界上上介好看、上有台语气的即个村啊！好位无？我拢爱安尼。今年是牛年啦吼。2021年吼。牛年吼，老师，咱即张村啊是合作牛着好年冬。牛着好年冬吼，咱拢用即个罗马字来写吼，咱就看到讲牛伊的即个罗马字就是对，歌舞牛第5条。上大字的即个歌舞牛第5条吼，拄好甲即个有下音的共你的腔啊，你的腔哦，就是北部腔吼。第5条变第3条，就牛着好年冬。对，阮真正就牛着好年冬吼，所以讲即张村啊吼，直接介绍互大家吼，非常的古锥，牛着好年冬。对。搁另外一个咧。好，这个大字的是毛。牛的叫声就是毛。老师，我感觉即句咱咧念的时阵，爱有一淡薄仔偏音才会使。哦，有。合作。你了解。平安无代志，安尼，对无？吼，因为咱其实的意思是要讲即个平安无代志。无代志嘛吼。甲无，小可有像啊，虽然是其实无共，毋过足像啦吼。无代志是有即个录音的感觉，但是牛是毛，所以是祝大家平安无代志，安尼吼。好，所以讲这两张即个村仔介绍互大家。这伫咱的李江桥基金会网站会当登录这档案哦。吼，直接登录就会使啊啦吼。大家摕转去带家己的厝内吼，互大家知影讲，咱兜是讲台语安尼吼。这两张村仔吼，介绍大家，感谢大家，祝大家吼，牛着好年冬。平安无代志，这张村啊，牛着好年冬，还佫有另外一个意思哦，就是咱希望牛年2021年就爱有好年冬。